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也》，我是吴义勇。普话啊，大家好什么？也是过体配的挂类哦吼，食的、用的又看讲的。啊，过久以前呢，古早以前俘虏都已经是过重要的吉祥物啊，韩国艺术品的哦。啊，今日呢，我哋都有请到台湾嘅俘虏大使何明宪先生来到现场，同我哋分享一个俘虏人生。欢迎何先生。感谢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何明宪，我为南美县过来。哦，先生对南美县过来，如果你嘅家乡，嘿，好，系好啊。南美县面有俘虏协会，嘿，好，係非常特別的台灣體驗哦。啊，今日先生呢，咪帶伊嘅作品，嗰獎呢，我哋先請先生同我哋紹介好冇？好，我啲更加10個月呢，鋪嘅，本雕刻過後10個萬、20萬旅遊哦，吼，係啊，一幾嘅作品，唔感覺真難做嘅係哪嘢呀？其實真難做哦，還能搶到書法的作品，因為詩愛寫得好，雕刻的工又愛優，因為頭擺大家去做那種作品哦，攏為詩貼旁拿着陽印貼上去用描的，按你描出來後，雖然看好看，但是看起來過匠氣一些，哦，按係講一個曉寫出來再看，會有一個作為你特別的地方。像我嘛嗰度寫書法的朋友，伊嘛講，家己可以再用頭擺書法家詩來雕刻嘛啦。佢講當然做得，問題做出有乜意義？也冇意義啊。是就像你遇到睇書法家詩啊呢，我哋係一個曉寫曉做，你做出會有個人的觀點。個人的優點，因為一句嘢都係你嘅創作。係哦，嗰種我嘅詩我先寫嘅，嗰刻度。係。哦，啊，花呢咩興趣啊？花嘛係愛自家花。哦。係，像我一開始學沒有辦法。一開始花嘛，花到像果粒吹用嘅，反正會包會包起來。但是花彎過粒入去過後吼，都呢種感覺都引來影響。我哋嘛會參過講頭擺年花沒有辦法兩年花，按這個嘛去像迄個呢304，也就去拍個呢沒有辦法3到2年，按過睇了吼，睇到種沒有辦法就洛陽，也就畫過睇類，我哋台灣種過4類，按拍真實的畫嚟學畫圖，畫出來感覺有冇相同。哇，成個認真，你本來會寫書法嗎？書法史下很後生哦，有興趣啦。按反正作品含模式，每一路固定寫一道作詩啊呢。按寫久嘛，一直改種就用這個新鮮的用途，窮的冇講有嘢吼，寫詩也可以賣錢。你啊，家下都係想嘅一種實用性新嘅方式嘛，吼，冇想到嘅，會拿來做藝術品咯，吼。嗰時我做清舊嘅都係一個作品。差唔多會花1個月時間。一般書法作品一天的作品咯，差唔多花10個月左右啦。哦，係哦，10個月。哦，加其他嘅，我咪同人哋紹介一下。其他像啦鏤空雕刻哈，我見做鏤空雕刻，攏個做啊多變多層次的鏤空，有過多層次啦。最早去做攏做1元咧，吼其實像我個做小夜燈要做1元嘅咩，一種差唔多15分鐘都可以做一粒。哦。按做啦層次過多啊，擺1禮拜、2禮拜樣做好一點。哦，看做嘅東西，你要求工會做到會優，因為有工嘅東西都花時間越多。哦，也都鏤空嘅雕刻，也個咩算係？第三呢，也嘛鏤空，鏤空還加啲鑲嵌。最早我哋攏請過熟嘅呢珠珠來做鑲嵌，按見拿過做水鑽、瑪瑙、玉石來做鑲嵌的材料，所以佢做嘅質感都加得咁高。哦，好，一個咩？第三個咩？第三個用落畫，像條葫蘆當個落畫哦，係呢為明朝開始，都幾多年嚟做嘅。我哋是發現講頭擺做吼，伊冇有求一種工藝優度、高優嘅部分。用落畫呢，有條葫蘆吼有啲缺點，差唔多1-2年過後吼。也土會磨痕，因為伊土啊會慢慢的氧化，一氧化對呢落體的溫度的東西啊會慢慢的推，會引來因他們都連也看唔到土。向來都發現講
刚才要学吼，要用温土过大压的，慢慢的一演一演做，所以跟做落花作品吼，还可能花最久的时间。哦，古说也个，我们看到也花啊，也得还有个橙色的，总可以是用烙铁吼，还没烙铁来烧的安尼哦，又还会带纹哦。是啊。哦，古说咩个火工呢吼？也就先用铅笔哈，画图画画，按先用雕刻刀跟线条刻出来，刻过后让用烙铁慢慢的去做晕染，所以工法都同其他雕刻的工无相同。做一个艺术品以前，也附录要先做嘛个处理嘛。像我学来呢个技术哈，一般人拢学雕刻创作部分，我因为要做地方的生意，我为种葫芦开始学，因为条班我自己冇种过田，所以第一摆种葫芦又种冇晒，种的冇熟成啊，慢慢的研究，让大家讲种葡萄容易种。按除了摘过后，容易去确定讲你啲葡有熟啊冇熟，因为冇熟嘅葡萄摘下來差唔多1-2禮拜會開始爛下。按你講有熟嘅吼，假使冇處理，掉起來差唔多可能30年都唔會煮唔會爛。所以第一了要確定講，容易確定你啲葡嘅到底有熟冇，後來你用時間算，會開發其實算要超過100年。100年咯。會開發。開發過後100年。按要計讀下時安尼畫一條線，計寫日期。按要摘嘅時候看日期算有多冇多嘅，大家都做得用嘅。嗰種樹係同顏色的樹冇相同哦。冇相同。顏色咧好以太粒含嫩嫩，一指甲一尖嘅葉皮嘅一種嘅樣做嚟色。係講天眼後樹甲尖嘅皮有相同嘅啦。但是一種樹吼，含做唔定拿嚟做雕刻，含差唔多60年左右樣做嚟雕刻。熟嘅過後呢？摘下來我攏先浸水啦。該開咧坑浸下水用浸一陣嘢，半夜糖分吼慢慢地變出來，按地杯肉會爛下，皮會落下，一陣嘢個留起來洗槍誒，讓再洗鼻罩，按一條條嚟都洗唔得咯，洗會鼻血。所以要拌鹽用鹽嘅鹽鼻罩，按有得再洗慢慢的差唔多10個月到2-3年，規樣會走，按走係在滾水濕過，濕嘅最後係啲鋪水，一個用雙氧水改做除臭同漂白。伊個冇咁樣呢，佢從發酵米去除係咯，控下不度嘅才會出。也冇人會控一種東西，所以最後咧就要改變呢，佢從嘅面屑要給去除掉。咁唔會啲也按到嘅步驟嘅呢？因做英文欣賞講嘅答案我媽滿意，又在強調另外欣賞。所以全台灣做葫蘆欣賞米咧攏給拜訪過。咁英文米咧欣賞，伊咧做法有差幾多冇？大部分都相同，但是相同嘅地方米咧還有自家樸素。按這個米咧用嘅教科書也冇乜相同。米咧有自家發展嘅伊嘅特色安尼。按如去問綜合起來，唔滿意嘅自家去研究安尼。按間見佢拜訪過後，後來再跟我嘅咧交流。像像呢美國的呢亞利桑那州哈，有咧邦尼基布森，伊安呢去葡萄當個做浮雕同種菜，你咧有也特色。按我哋台灣冇人嚟做，按像前日本咪有嗰啲愛漂會，一般他們攏退會人，假日嚟協會去種葡嘅，兩用年我有看到人協會有嗰度後生嘅假日畢業。按像台六吼，台六目前有咧去研故宮做文藝修復師嘅欣賞哈，做安尼馬江紅，伊本身就跟敦煌壁畫題材拿嚟做一次葫蘆蛋糕。所以了解越多，我哋去創作時間吼，本自家可以做嘅材料來源越多。按幾多想法，其實慢慢的會跟台灣特有嘅文化，背後喺那次蛋糕，按嚟變我哋台灣葫蘆特色。原來也唔免搶華人體做嘅藝術呢吼。幾多國家都有。因為葡嘅吼算全世界性嘅啦，所以最早以前像非洲、去南非吼，
你啲东西都发展过做。哦，最早期嘅呢烟斗啊，嘿，含呢呢烟斗头尾本吼，嘿含呢葫芦去凹起来嘅。哦，嘿哦，啊，呢斗口吼用安尼海泡石，海泡石是土耳其一家3个岛呢，所以早期嘅呢烟斗没用梳头嘅哦，用葫芦嘅。哦，故说也运用真经系很普适的普适性的。啊，故说先生如系会去研究大家睇做嘛嘅，那我提讲，我嘅作品不用睇全世界，位置在哪里？系啊。哦，那我有按哪个眼界呢？想讲啊，你睇头摆做天咯，遐做别推下来开天鹅公司咩？因为做天咯哦，系哦，哦，老师的经历很特别。刚才来等一下，我来聊一下天，我继续来请教先生，以侬会对职业军人行到俘虏一条路嘅。分享到咗嚟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係俘虜大使何明憲先生。多先生有講到嗬，可以做到按認真、按厲害嘅作品。不過偵查嗰一睇呢，如果一開始嘅一個經歷嗬，會行到俘虜一片來。唔講一開始係怎樣經驗咯？喺香港嗬，去讀軍校，按去部隊用服務10年過樣退伍。哦，喺退伍後嚟自己開天鵝公司，開補習班。好。因為做天鵝關係吼，都同我結構有交流，按對天鵝嘅方面也個上網去研究。按一做俘虜呢，都用得到跟天鵝方面嘅專業拿嚟做俘虜嘅。好，天鵝方面嘅專業做俘虜。因為天鵝吼，伊最主要講像賣俘虜嘅，佢都以後做唔曉賣，佢自己會架網站。哦。按對安尼虛擬市場嘅掌控也個熟，所以可以去安尼網絡行銷比一般做俘虜現場個用多。按天嘢，如果全世界都帶一多國家有做俘虜嘅，那條資訊嘅熟悉，也比一般嘅現場個有法度。因為你了解天鵝啊、苗栗啊的，你可以做功課去個夾安尼。哈，不過侬會天鵝補習班開也好好啊，侬會一下多2001年哈，有做美濃14批批裝啦，按下跟美濃嘅沙團各有交流，因為南美縣吼本身各少有沙團去做嘛嘅，所以因為下任過後吼，如果到譬如講，咁南美縣按落後吼，無人天主送，我哋可以成立啲沙團嚟送地方嘅產業喎，講話。搞送到大家上網嚟做咩？按也成立過後呢，就啲情況都喺南美縣有某個特色，未來佢行到某個地方。所以佢說之前啊，嘛，他們花了半年時間去研究，我哋即個有俘虜館，按三拿要全部都種瓜嘅，按那俘虜嘅送得啦，按天嘅三拿本身嗬，冇工廠冇污染，按你都係送郵寄嘛幾好，所以也有設定兩個目標。ที่ได้ถือกงอยู่กี่อันที่นี้นะ就做俘虜藝術อันชิ้น用木帶อันนี้會有個污染嘅อันนี้產業等於嚟用下อันสำหรับ本身採天然冇幾多因認為會冇多好如果地方所冇啲產業後本那啲後生嘅製造อัน所以後生嘅嗬差唔多各種專業全部都出現อัน另外是3年都印來印落印來印銷所以我哋啱講嚟推啲地方嘅產業。但係仲有，剛才你既然中國啊做俘虜都好啊，按要講有俘虜館，今年都開始嚟做，結果一做呢發現上一頓做啊查過一眼，因為俘虜專門學嘅嗰啲東西啊，按做好都大概賣多錢，有幾難講。按係後來發現講啲企業啊，田工老師做俘虜呢。拼起來哈，創作安尼作品啊，一張嘢做一粒。一張嘢。一張嘢做一粒，搶算工錢哦，冇3萬花來啊。係啊。問題有知名度藝術家哈，拿市場呢，那人最多出3000啊。
按3万3千茶柜都咪做人唔会买，买嘅人出唔去国家，所以做买三拿送嘅葫芦哈，ที่ไป为86年发展到90年，就全部停下来。嗰做好多时常讲做4年就停下来嘅，因为就过难买，还有哎呀，ที่學嘅嗬，全部都冇人做嘅。哦，因為做冇法度成班嘅，係啊，所以都冇人做葫芦嘅。哦，大家都推出嚟，推出嚟。因為93年到時至地非常下年，成立協會到民國93年，因為佢在送，有香港間工業方先生有請過嚟教我哋，按給他去米沙去大學。我佢考慮訓練學生嘅，因為聽先生學1年過後咧，我都發現過先生教我哋做嘅嗬，係藝術品。我要做嘅產業，我最主要講鋪嘅做嘅可以賣出去，我沒有做藝術品，因為可以賺錢也會有人做，會賺錢嘅東西也會成為地方產業。所以呢，我一方面聽先生繼續學，一方面呢開始認真研究到底做乜嘅東西，因為有賣得出。而家讀到農業嗰樣從啲劉敏麗劉小姐，伊樣講啊，我做一種嘅嗬，人賣鬼可以用嘅電咧啊，比如講做電咧，做抗糖果嘅，抗水果嘅，實用嘅用那條東西哦，因為賣得出。而你咧嗬，唔是幾多嘅工，而你嗬樣做起來。所以呢，我都聽劉小姐嘅建議，開始呢都做小夜燈。不過冇基本功啊，樣真嚟要賣錢嘛幾難。所以以後ที่ไป做電呢，我哋賣100元咯，嘛千塊賣。因為唔係做到千獎，所以你開始慢慢研究到底要做乜嘅內容，你啲東西有冇用賣。我都以前幾多電呢華文，幾多人做好嘅電呢啊？嗰條華文呢，是想講，今日啲東西用人做葫蘆嘅蛋糕，會有一種呢冇相同嘅設計出來，會個獎，樣開始研究，應該用得到，他們民國97年開始有人買嘅啲東西嘅。係啊，家下90年睇咁路推出嚟，你做嘛93年又限減，過來算咯。因為我哋以後冇人做嗬，3年係喺個落去話。冇一啲屬於菜地嘅產業，所以我樣想講，我哋嚟做嘅真係屬於3拿嘅東西。按講4年過後有人會買嘅，有人買嘅，按嗰度基本功也練得夠好嘅，東西因做因講，事業慢慢的有人欣賞，會有人買，我哋慢慢尋到市場啦。因為葫蘆嗬，冇做乜嘅，像中醫嘅除了做比獎項，也除了會有人買。家私過俗，利潤過薄，但是呢，唔計加工做嘅好，會有利潤，所以我哋嘛應做應改良，改良啊都差唔多民國100年，過去7年咧，一下東西可是賣得到，一定可以賣1萬公元，一下就個問題呢。好，嗰種一開始都係到1萬公元都係藝術品咧，安尼個有人買嘅，係啊，你咪家私都可以應來應過嘅，係咪？因為之前做嘅嗬，像到97年後，因為人哋買唔掂講自家家私可以賣多少錢嘅，侬本人係自家開價，按像有一件作品做2禮拜哦，人家價出500，係喎，好買嚟，買係再做過，做天一邊哦，讓發現講原來一件哦幾多天我冇做好，後來我做東西呢，就每一件最起碼做10遍，做10粒啊。係啊，因為我做得多幾熟數哦，啲東西也會講。按做一遍，弄幾多東西吃黏性嘅做法啦，做起來不見得個會很好。所以後來嘅做法都每天我該做10粒，每天該做10粒。3萬做得多粒呢，一公路次嘅會引來引誘，引來引好。像天一粒賣10萬啊，係咧一啲人客，伊嘛採有諗晒來哦。按看到係啲人冇必須。劇都唔會差，都簡單一粒。係講呢粒貴貴呢，講我另外間做一粒好唔好？講好啊，出價10萬去買一粒作品，我都除了比套好嘅，都慢慢劇差唔多花3-4年一粒做好，一粒做幾點鐘，
一两个体量卖10万元的作品。哦，咁幾係個月多年？一下面嘅101年。哦，哇，都係個7-8年。哦，咁唔體地賣到10萬，感覺係用咧？哦，感覺做咗10年後，做個有成就感。按天一年啊，賣16萬、賣20萬都一年多嘅。哦，嗰個嘅都係里程碑咧，嗬。一路講人東西，本人肯定講哦，人東西有一種價值，人家為咗咁買東西。唔過而家嚇按你7-8年用嚟落身咯。所以成日鬼辛苦。因為以前係是都要搞天羅，做嘢行唔去查哦。家下冇去搞嘅。冇去搞，也冇去上班，也冇做埋面面都聽客服務嘅。哇，咁唔用嚟成法？按照有一財務一頓啊咧，慢慢嚟講咪，冇我是會成功。哇，係哦，咁我按堅哦，按堅持係去。因為我個人最簡單啦，因為你哋個填表係唔使全國另外一條路嚟做，有咩上路去按辛苦。按會做出條毛，唔係會出條毛。但是我係相信講，你哋嗬，我先研究過嘅，因為我嘅有按到人做成功嘅，我做有冇比我嘅人做更加差。像我下研究到呢是歐洲波蘭有啲藝術家，克拉夫琴斯基，像我下店咧嗬，賣最少一定要賣到7000歐元，你都可以賣20萬嚟退票。我講我唔是賣人貴啊，我賣2萬都好啊，都可以成下嚟。所以我會堅持講，我看得到你哋市場嘅發展性，看得到你哋做嚟嘅嗬，後嚟創造出嚟嘅價值會有一個。所以呢，我都認真做。其實做馬條路，認真做最重要啊，上體都冇好。唔過唔假使都仲去開電腦公司咩？韓國創。其實電腦嗬，嘛因為因競爭啦，將來做電腦嗬。感覺最辛苦嘅地方，講人安尼對電腦嘅專業知識啦，年月進步，年月弄新嘅東西出來啊！人家講2-3年冇出書嗬，都聽唔到實體嘅。按新嘅產品嗬，應出應新。按做電腦最大風險講，我哋批貨入來，你超過1年冇賣係咯，基本就冇賣嘅出嚟。好多過時嘅呢嗬。所以呢種嘅東西發展特價。我慢慢想講，做藝術有啲好處啊！我啲東西嗬，今年做藝計80萬，冇賣出去，明年會變20萬咧。哦，會保值增值哦。因為我係知名度越來越高，成就越來越大。我頭擺做一條東西嗬，可能冇賣有價值咧，嘛天天嚟去起價。咩創咧嗬？唔過睇起來有18怪怪，感覺也然佢有眼界，唔過佢種戇戇嘅。我哋呢一下聽過繼續來參考欣賞，以下下來形容嚟行一條路嘅。歡迎到咗嚟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呢係葫蘆大師何明賢先生。我看人家先生做嘅作品哦，一定要10多萬、20萬元哦。其實頭前有差唔多有半年研究吼，係一定人睇做哦吼，你自家睇你卡印貼啊，唔定用嚟供應呢，安尼你卡人都有可能會支持喏。一開始做啊，最支持嘅係你自家身邊嘅人，其實做冇成績嘅時間哦。最反對嘅也係身邊嘅人。其實我喺睇現實嘛，有一段時間對我幾唔諒解。如果唔去上課1點鐘攞幾千元，唔出去賺錢，其實附近咩打掉有嘅冇嘅。係啊，起碼嘅葫蘆啊。係啊，按嘅葫蘆又削巴巴，冇人愛東西，還是堅持做。按有咩講做到1年2年，本做嘅7-8年還冇賺錢，還接做。所以係壓力大問題。係啊，你要真正係冇好賺錢嘛，要承受安尼壓力呢。唔過我係堅持。因為藝術相關嗬，因為做啲東西啊，我再堅持下以後，一條錢嘅時間全部攞去搶嘅。你一路行嚟，我一個人講唔怕，看唔到條錢嗬，賺呢啲萬就看得到嘅。其實賺10個萬還是賺，但是這個嗬有因做因研究啦，因研究。我嘅咧發展多大2年，我技術又比頭擺人過好冇。我
这家规地，人家东西比人家更好，比人家更强，一定有市场，所以慢慢的就有订单。有订单有收入嘛，都因做为因好嘛。所以为7、8年过去嘞，后来才发现，那种人家都我这担心讲反正行出来的，人都放心的。俺人家去做马来西亚，伊咧观念最重要，到底你做东西错也唔错，要先花时间去做研究。所以俺一做葫芦做马先干。全世界到底一多国家做葫芦做到某个程度，头摆做葫芦做到紧，有会多会成功的。按佢目前像太多嘅片，韩国多人做，但是人嘅东西同人嘅东西有某个差别。假使我做东西，喺嘅一旦能看得到，代表你嘅东西唔會有價值。因為我做嘅東西，老闆看唔到，看到嘅同人弄冇相同，所以好多朋友願意太多買葫芦買過嚟講。我欣賞還係人家東西過強，人家東西去態度一定更有發展。我個人嘛講，我東西特殊，人資源為了錢啊，所以目前像態度也幾多人買我東西，歐洲也幾多人買，台灣也幾多人買。我都明明認真做我細條路嘅，我見係去做一件事講，你啲技術我慢慢搞下搞出嚟。訓練那啲好上嘅願意嚟學嘅人，我訓練伊。按搞研做出來的東西也有市場，沒像會做哦，會做還第二個唔做出來的東西，蠻有人買。一般藝術家吼，啷個呢？做我自家愛嘅東西，蠻有人買唔掂。做幾張嘢做出來的東西呢，結果冇人愛看得起嘅。我見搞到學生嚟做嚟講，唔係先做有市場嘅東西，做出嘢有人買，唔樣有錢再繼續做下一件。按成分呢，利息多，我看人也沒反對你做。按你做越久，人家功夫一定越來越好。幾多年的東西做冇，因為花時間唔那麼長。像講我一做都做以後，冇可能。所有東西，儂用時間、用精神，慢慢的去因做因累積，你嘅東西也會變你自家最正宗嘅東西。也哈屯先生學嘅也係學生嘅啊，差唔多係一度4年。我嘅目前有帶啲30公司學生嘅啦。佢學生哦。佢學生。也對你哋有興趣。另外呢，我明年都有佢專業訓練班。就配合勞動部嘅啲課程去搞。搞嘅好多有興趣，去在度學嘅，我也會繼續繼續搞下去。我搞嘅方法同一般的想搞冇想到咯，除了搞技術，還係搞人有市場嘅觀念。還記得你啲東西唔係人哋關係滿來，講自家東西以後，唔係看有人做嘅邊個好冇。唔係講做到最點子咧，人家東西唔是食，一定要上上愛。唔係像因為都係愛賺嚟多錢嘛。雖然係藝術品，唔過都係賣出去啊。嗰種都會同人講，也都係賣出去嘅咩？冇做嘛做咯，嗬。係冇都做嘅，即係坤獎都好嘅。你係講做隻坤獎啊，都學興趣嘅都好，冇講做事業。不過嗰度學興趣嘅嗬，學到自家好解擺100粒票過嗬，唔會再做。係啊！我假如我講你個點意啊，要做咪嚟買，按可以嚟要冇講錢獎，按說係跟人講觀念會貴，因為你要做嘅東西哦，一做出嚟面試者可能一定咁滿意，可以1年2年後感覺咁出，因為你看過好嘅東西，印來印多嘛，所以對自己之前做出冇按好嘅東西，佢是會嫌啊啲東西。嚟講冇，多數我買食啊，要變粗嘅都買唔出。所以講唔要做東西，一定要先跟市場、跟自家愛同人做，要先講清楚。你哋冇想清楚嗬，那條路行唔長，行唔久。所以幾多年後來你嘅技術啊，學唔起來，像你嘅原因，冇去了解你啲東西到底有一困難。能靠你興趣嚟學，學冇興趣都唔會嚟學嘅。按之前花時間、花金錢都全部攞起嚟，所以我見搞學生嘅嘛係嚟學興趣嘅，唔係搞。
哎呀，又没讲传艺班哩吼，本来上好高的安尼。哎，吼，啊，不过老师你也讲认真，你还没还去进修啊？系啊。吼，因为像做葫芦一般拢不愿认听伊下那个民俗工艺，民间的艺人有兴趣来做东西，伊本来是安尼学术艺术的加出满个，所以我后来在进修安尼艺术研究所都遇到讲，要跟葫芦去做一些艺术创作的论述，因为每一个完整的论述你唔只讲你做来做忙的，包括近期研究几多。艺术创作的论述来的有因来因做加强，所以我今做东西几多东西拢是写文章给记录下来。哦，你如提讲，你也个概念系嘛个啊，有嘛个脉络，安尼如何提升你的艺术品的价值嘛？吼，你如提讲，你的想法朋友呢，关入到也个作品当中的吼，啊，你更加还有作用嚟嘅推广。今目前推广如果东西做好诶。建议用路用站的部分嘅呢推广，听嘢讲，喺如果有安尼太显人的展览会，安尼我去参加。哦，还有哪一部分都係大家咪做得去参观，係咪？还有體驗。所以我從嚟經營嚟嘅都成立一個葫蘆藝術館啦。因為有葫蘆藝術館，隨時你嚟看，有東西要看。你會填橋呢都種各種嘅品種。本人為認識鋪嘅還能為填橋佢認識材料用人處理，參觀藝術品，個去體驗吃葫蘆嘅好高嘛。哦，對頭都味路。對頭都味，個要做鋪板做水餃。哦，佢沒有，好食的沒有。好，你更加中意多種鋪嘅啊？佢目前有63種鋪嘅。有63種按度啊？嗰種塊品種嘅鋪嘅六種嘅嚇。係，像最細粒嘅都差唔多像獅子公嘅咩？按太粒個睇下都一般藝術公可能個。哦，係哦。你都去掃嗰種。反正有看到咧有新嘅品種，都給買過來。哦，台灣有種的。台灣弄種的。像去年呢，一間苗栗呢許昌號買一粒，也係奧地利品種，他買太粒，也兩個要給買2萬。哦。係哦，已經變走嘅嘢，熟嘅，哦，唔要自己買安尼。買完係已經係自家種的。哦，咁我拿嚟創作下。會啊。哦。也睇到嘅嗬，也目前睇到嘅朋友當，係搶用粒材料嘅。哦。因為你做好嘅作品嗬，嘛要有材料啊。係。有好嘅材料做出嚟作品嘅價值要越高。哦，係啊，像安尼安整幾嘢不能失敗呢嗬。做都幾少會失敗啦，大部分攏工作幾有過。哦，種塊品種路，它唔係種塊識得到嗬。有啲會含係像觀賞嘅種得識，像有種細部差唔多10公分左右嘅，呢種要識唔得。哦，有土嘅。係。你拿嚟創作安尼。嗰個大家去到你嘅葫蘆藝術館，你可以參觀對頭島面嘅情形，嗰咩再可以自家來看。係啊。哦，這個是創作。假如係電呢？一般做電呢，按有做落燒，按做彩繪來做電。哦。像嗰度細年嘅嚟一體幼年嘅啊，比拿多個危險嘅，按拿別個安全。好。老師也下生下來還有乜嘅計劃嚇？其中有一計劃如果可以將呢個作品跟國際一線嘅博物館收藏。所以我本來去年的目標都去法國展覽，因為疫情都停下來，所以等那邊疫情過後可以去歐洲去美國辦你的國際展覽。哦，本單都有一個規劃，是喺受到疫情的影響啊。係啊。哦，先生已經有作品喺本年收藏的嗎？目前還蠻進入到一線的博物館啦，按收藏我的作品的引導。哦，所以你的目標是要進到一線博物館。哦，因為那個才是進到真的藝術的殿堂。哦，感覺很有可能呢吼。按你的目標達成對我哋去推廣葫蘆藝術的幫助會讓青苔。哦，表示講你的東西可以變世界性的。一開始做眼界就放很遠呢吼。哪有可能按延遲7-8年去甲做？你目標會太好，因為3萬做啊。如果像當你目標講可以成塊都好，會做起來難。
我相信观众朋友每同爱听有好多个道吼，都係無論你做乜事情，你都冇陪我聽過嘢啦，那有可能往那邊邁進嘛。好，你聽愛做一啲夜燈路好誒，你可能你企喺度，想講剛才買線上做會好誒吼，假使想法冇咁樣，用嚟做路冇咁樣嘅哦。係啊。好，非常感謝何先生今日來到節目分享。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大家。